让你天天给我吃芥末，今天我也让你尝尝本领包芥末的味道。喜欢哪看呢？呀，他说完我打了，你去。想让我吃芥末饼，我让你忘不了今天。咋没反应？完了，又让他给我换了。对，好了。呀，对，还想把芥末饼给我？这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好家伙，居然被这我常用让我发现了吧？小朋友吃饭啦！哎，这个口好，挺好吃，都给你吃。这么好。就以为我没看见，一多半的肉都被你藏起来了。
机会来了！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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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这你别笑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们吃饱了，吃饱了。那我也捡个笔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吃饭了？来了。你有肉啊？没有肉，爱吃不吃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肉，让我看见吧。好肉，哪儿的草？你夹那么多能吃完吗？啊！肉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我吃饭了。吃饭。有没有糖尿？这哪？